如果黑眼圈比較重，你又好想調整到完美狀態咧，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。其實遮黑眼圈嘅原理咧，就係把你嘅底層膚色先調整成均勻嘅顏色，之後咧再用提亮色去做提亮，就會比較自然同埋有精神啲㗎。Dila 呢一塊妝前轉色遮瑕，先用呢一隻色咁樣薄薄啲取一啲啲膏體，之後咧喺你嘅手背呢度要均勻一下。輕輕地咁樣鋪喺你嘅黑眼圈呢度。如果你嘅黑眼圈都係有啲偏紫色，你可以試下呢個方法。特別係呢個黑眼圈下邊呢個陰影呢度，同樣用呢一個遮瑕筆取呢一個提亮色係偏米黃色嘅，都係喺手背呢度塗開。鋪均勻之後咧，佢會變成一個比較近膚色嘅顏色。之後用提前打濕個美妝蛋係咁樣邊邊嗰度慢慢咁撳一下，輕輕地喺邊緣先撳一下，慢慢過渡到入邊，照顧一下細節。睇兩邊。呢邊係膚色唔均勻，呢一邊眼下呢個地方咧，膚色會變成比較均勻嘅顏色，係咪啊？跟住另一邊，好啦，依家係底層嘅顏色，之後再用呢一個提亮色，咁均勻嘅鋪上去。注意眼下呢度唔使咁厚，一定係薄薄啲，有顏色就得噶啦。鼻翼呢度都係有啲泛紫色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哋都可以順便嚟啲啲。同埋法令紋呢度過渡一下，嘴角呢度都可以再嚟啲啲。之後咧，我哋再調一個提亮色。喺你嘅中間想提亮呢一度可以直接畫，面中呢一度你想提亮嘅地方都可以嚟啲啲，眼下呢一度，呢一度鼻背，同埋呢一度鼻翼、嘴角，之後咧用你嘅美妝蛋再嚟撳一撳之前嘅膏體。之後咧喺面上輕輕地拍開，喺旁邊到中間咁樣輕輕地拍開。好中意呢一個妝前，目前都比較滋潤嘅狀態。呢邊鋪均勻之後咧，唔會有好大嘅色差。再嚟呢一邊，輕輕地喺旁邊先鋪均勻。鼻翼呢度臉細，照顧下細節。鋪咗之後呢，再輕輕過渡一下眼周嘅地方。如果你覺得仲係唔夠嘅話呢，你可以疊加啲啲提亮膏，精細咁疊加上去。一邊鋪一邊輕輕地咁樣拍上去，輕輕地咁樣喺重點部位咁樣拍一拍。拍開呢個周圍就得啦。